大家好，我係小飛俠 Peter Lee。今日咧係2013年嘅7月14號嘅。唔認識我嘅人嚟講咧，我係職業炒家嚟嘅，炒股票啦同埋期指嘅。咁就做咗呢個 Facebook page 大概3個零月度啦，咁就做咗唔少嘅預言咧，好多都中咗嘅。咁就歡迎睇翻我以前啲 YouTube 片，咁亦都歡迎你嘅捐款啦。咁呢個 Facebook page 咧就歡迎你 like 咗我啦。咁我今日咧就想介紹一隻股票咧，就係呢隻啦，萊茵藥業8058。咁就點解介紹呢隻股票咧？就主要就因為嗰個中國個人口個老化，同埋中國嗰個對藥物嗰個一個更加高嘅要求啊，要求啲更加好嘅藥。同埋醫療系統亦都係需要更加嘅改善咧。咁成日即係呢個行業咧係一個好好嘅前景嚟嘅。咁因為人啊老咗，咁而家都陸續有啲人口老化嘅現象出現咗噶啦。咁預計你話10幾年後啊，更加多嗰個人會老咯，咁係需要藥物嘅。咁呢間公司就做嗰啲就係抗生藥啦、專科藥物啦，同埋抗病毒嘅藥物嘅。咁呢啲咧就係一啲好必要嘅藥物咯。咁就所以啲老人家嗰啲都會需要啲藥嘅。咁亦都一般嚟講，普通人病都會需要啲藥啦。咁另外，始終人咧而家中國嗰個人嗰個收入高咗啊，咁啊對個醫療護理咧個要求亦都高咗咯。咁中國咧相對於美國啊或者係香港呢啲醫療比較先進嘅國家咧或者地方，中國嗰個醫療系統同埋啲藥物啊都係次一班嘅。咁其實仲有一段距離要追咯。咁而家大家又有錢嘅啦，啲人咁自然咧對啲藥物咧亦都需要啲靚啲嘅藥啊。因為首先就係要容易即係醫得好，醫得快啲，令你快啲好翻個病啦，同埋少啲副作用啊呢啲。咁全部呢啲都係需要一啲好嘅藥物咯。咁就萊茵製藥咧就完全個科技都係可以做啲冇問題嘅，佢可以做啲好嘅藥物嘅。咁就佢咧就曾經個業績就好靚啦。咁你見到啲盈利增長咧100%，跟住50%咁樣，40幾、42咁樣啊，每股盈利你都見到啦，亦都係咁樣呢啲好靚嘅增長嘅數字啦。咁咁靚數字咧，你睇下個圖表咧好靚嘅。咁曾經由毫子股變到5蚊，呢度可能升咗廿幾倍嘅啦。跟住由2蚊又升到去12蚊，又升咗6倍。咁呢啲咁靚股價升得咁靚，都係因為個盈利增長強勁咯。咁而佢哋做到咁靚嘅業績，賺到咁多錢，咁其實到而家個管理層都係嗰啲嚟嘅喎，都係咁靚嘅業績，做到咁靚業績咧，到而家咧嗰批管理層咧係冇變嘅喎。譬如嗰啲人啦，你講下呢個劉寶起啦，嗰陣時業績咁靚，09年、08年升咗六倍喎，股價都係劉寶起做主席嘅喎，冇變到喎。李明華呢個人又冇變喎。呢全部啲人咧，執行董事都冇變嘅。咁所以佢哋係一間好嘅公司，可以做咁靚業績咧。咁而家亦都可以做翻同樣嘅可以媲美以前個業績咯。咁所以我就對呢個管理層咧就好有信心嘅。咁就另外都係講翻嗰個，其實你都睇到咧，就呢個藥業呢個板塊咧，嗰啲股票咧好多無論做中藥又好，西藥又好，
最近公布啲業績咧，都係好靚嘅，有啲又盈利升咗100%，有啲係升咗60%。咁嚟講咧就開始賺翻錢咯。咁其實嗱，見到嗱，首先呢啲數字就係藍兵手記一個網上 blog 嘅一啲數字嚟嘅。咁你見到呢啲數字咧，譬如盈利啲一路都50%啊、100% 啲升得咁靚咧，咁但係去到一年點解得11.3% 咧？其實因為咧就係嗰陣時咧就2010年尾咧就有啲藥物嘅價格嘅管制啊，政府啊，咁啊令到啲藥物咧就個價錢就平咗好多，咁所以咧嗰個盈利增長就差咗咁多咯。咁但係雖然差，但係都係增長嚟㗎。咁啊，就算上12年都係有增長嘅。咁但係就係啲公司就因為要賤賣啲藥物咧，咁但係因為經過咗1年2年嘅時間咧，啲公司都適應咗呢個咁嘅艱難嘅經營環境啊，咁所以都適應咗而揾到一個營運模式咧，可以賺到錢咯。咁其實你而家睇翻好多啲藥業股咧，都係賺得好靚嘅，啲盈利都可能升，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升得好靚啦。咁呢隻股票亦都我相信係可以做到一個好靚嘅盈利嘅增長咯。因為以前做得咁輝煌嘅業績，都係嗰啲管理層啫嘛，冇變嘅。咁佢哋科技亦都係算高嘅，咁冇問題嘅，一間好嘅公司。咁所以我就預計佢嚟緊呢一年咧個業績咧都會好靚咯。咁可能有60%、70% 增長未定嘅，呢個我估計啦。咁就嗱，咁你見到佢8字頭咧，你又唔使驚啊，因為呢隻8字頭嘅股票咧，就唔係嗰啲搞好多供股啊、配股啊、好多財技嗰啲咧，嗰啲咯。咁呢隻係好正常嘅股票，咁啊，你可以當係主板股票都得嘅。咁就係咯，咁我覺得係咯，咁所以我推介嘅股票就因為首先嗰個對嗰個醫療嘅醫藥嘅高啲嘅需求咧，就令到呢個藥物咧就更加會係需求多啦。咁又另外就係人口老化嘅問題，令到亦都需要藥物啦。始終嗰個社會已經有錢咗啦，咁咧對嗰個藥物就要求更加高噶啦。咁就呢個藥業呢個行業咧，特別呢間咁好公司咧，就會受惠於呢個需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咧，就係中國政府都撳咗咁耐藥咧，咁我相信佢將來都會放鬆翻嗰啲藥物嘅價格嘅。始終嚟講咧，就一間公司你做呢啲藥物嘅公司咧，佢要開發一隻藥咧，係抌好多錢落去嘅。咁你抌咁多錢落去咧，佢梗係要求翻一個高嘅利潤，先至會抌錢落去嘅。咁中國政府亦都為咗鼓勵啲藥業公司去做科研啊，咁亦都唔會話啲盈利唔會撳到令佢哋太過賺唔到錢咯。咁我相信為咗鼓勵呢個藥業嘅發展咧，咁中國政府對啲價格嘅管制咧，亦都會放鬆啲嘅。咁就係咁多咯。開始買咯，我就會星期一就會買一隻股票啦。咁我都提議你可以開始買一隻股票啦。以上嘅咧係個人意見啦。股票價格咧就可升可跌，股票市場咧個波幅係好大嘅，買賣股票或者衍生工具咧係有風險嘅。咁呢個 highlight 咗就係詳盡嘅 disclaimer，都希望你睇一睇嘅。多謝大家，拜拜。